我谢谢你陪我度过那些疯狂又甜蜜的夜晚，我会把它们藏在心里的。我走了，我会想你的，就像你会想我一样。对不起，别再等我，别怪我，吻你，蕊蕊。我靠，念得不错。什么名儿啊？6颗星，字儿写的跟狗啃似的。你不是愿意看吗？给，拿去。小北，这个有可能它就是一恶作剧。你想，樊斌如果知道这事儿的话，他怎么可能把这拿回来让你看见呢？对吧？再说这个，从这字面意义上看，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真的上床啊。王源，你可别幼稚了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是这样的：樊斌去出差，认识这个6颗星，狗男女一拍即合，狼狈为奸。樊斌跟他在一块好着呢，结果没想到人家把樊斌当按摩棒使了，打着谈恋爱的幌子混日子，临了留下一封信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樊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体检报告里夹着这么一封短小强悍的分手信，以为结婚需要体检报告，就一顺带回来了。分析的不错。我知道了，前段时间樊斌一定以为这女孩知道樊斌要结婚的消息，痛不欲生，从此隐退江湖，所以樊斌就不见了，去找这女孩了。我破案了。既然他失踪那么多天，你肯定想了很多后果吧？你也会想很多可能性，对吧？想过。那就行啊！你既然想过了，你肯定也想过这种可能性吧？你之前都原谅他，都跟他结婚了，你还想那么多事干嘛？这事就让他过去吧，不要再追究了。是啊，我没追究啊，过去了呀。真行，都说这男人偷情的时候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，就算那稍微差一点，也会在事后吃干抹净，不留下任何痕迹。你怎么找到这么个奇葩呀？离了吧。离什么离？人家刚结婚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时尚，闪婚。要是我男朋友出轨了，我就立马嫁给他爸，他将来见到我还得管我叫妈。好，为我美好婚姻的开始，干杯！才不给你。老黄，你也太不靠谱了吧！什么拐弯就到呀？你快点，我马路边站着呢。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谁呀？谁呀？停车！你谁啊？哎，等会儿，韩文静吧？刘岩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我这伙食太好了，哼。你真行，有个人上车你也不看一眼，我还以为我被人绑架了呢，太可怕了。我在这等朋友的事，让你开门你就上来了。谁还没个朋友等啊？咱俩多少年没见了？得8年了。哎呦，太巧了！太巧了，太巧了！哎，你这现在行啊？牙套啊？对呀，早摘了。真是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啊！我一直就很好看，好吗？哼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对不起，接个电话啊。喂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在开会。怎么着？去哪儿吧？喂，我在开会，那不懂事儿，啊？手机怎么扔了？坏了。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怕男朋友不高兴啊？谁有男朋友啊？出去了。这么漂亮的美女，还有空窗期啊？怎么着？你想补上啊？好啊。少来这一套，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。谁能成想你长成这样？早知道你长这么漂亮，我再也不敢骗你了。少给我来这一套。那怎么着？去哪儿？回家。好嘞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不想回家，一回去我妈就逼我相亲，太讨厌了。我们家一样。要不去你那儿待会儿吧？干嘛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去你那儿避避风头，叙叙旧。走啊！好。来，随便看看。进。行啊。
啊，单身男人的家里收拾的还挺整洁，不错不错。还行吧。那儿有一间卧室啊，那儿有一间卧室。我睡那个，你睡那个。你要困了你就先睡。我不困，我平时睡得晚。我平时睡得也挺晚的，是吧？但是好巧啊！我陪你聊天吧。行。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特别好。我也挺好的。哎，咱看碟吧。行啊。真的。啊，我去拿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焦点，你看哪个？你爱看《指环王》啊？啊，特别好看，是，我都看了7、8遍了。看那么多遍了，那你看够了吧？我还觉得挺好看。我也正想找个机会再看它一遍。那就看这个吧。真的。好。行，我把这拿一下。哎，这音响挺好啊。还行吧。吵吗？有水喝吗？喝酒吗？不喝。喝水啊？我去拿啊。The world is changed.好，妈妈这就给你做饭啊。今天陪我见了一天的客户，累了吧？我不累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，我等你上去我就走。以后你不要经常送我回来了，万一让同事看见会误会的。别这么敏感好吗？文儿，放轻松一点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。我知道了，开车小心点。再见。
大哥哥，去哪儿了？跟朋友喝了点酒，聊聊天儿。你刚才给我打电话，不是说是跟客户吗？其实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客户。甜甜呢？做作业呢。哎，我困了，先睡了啊。甜甜，爸爸累了，先睡觉了啊。甜甜，快洗脸睡觉去。快去。你的这个心情啊，我完全能够理解啊，但是我可能帮不了你这个忙。为什么呀？第一呢，这是一件违法的事儿，是吧？第二呢，我现在不做记者了，这也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。第三呢，也没什么第三了哈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小刘，刘记者，你说我俩再没有点办法，能不能麻烦你？是，那个，你跟老陈关系不错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照着我家老陈面儿帮忙啊！我这忙我帮不了啊。那人家今天刘记者有事儿，让人家先去忙哈。对，咱都有电话，回头电话联系。啊，真的可以。你拿着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！这我事儿还……哎呀，跟钱有仇啊！回头重谢你啊！你看，哎，哎。喂，小北啊，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你到底想先听哪个啊？随便吧，你按顺序来。那我就说了，你要听了会觉得特别的过瘾。坏消息是，这次我回来跟公司说了，想调回去，结果公司不放人。这有什么可过瘾的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本来我想啊，辞职不干走人算了，后来跟李李一说，李李啊就去跟公司领导说我们俩都想调回去，如果不放人的话，我们俩都不干了。你们领导同意了？那肯定没得说了。我和李李这次要走了呀，公司损失就大了。这一次啊，李李还挺够意思的。对啊，李李是挺够意思的。哎，小北啊，我觉得你怎么好像不太开心啊？文斌，哎，我先不说了，我先去忙去了啊。
没来啊？啊，没事儿，瞎逛逛。哎，你这生意还是还行。装修不错。女朋友？普通朋友。里边坐，里边坐。行。来，来回去，坐这儿来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跟你不是很熟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？怎么了？刚才为什么不跟人介绍我是你的女神？女神？女朋友？女朋友？听力障碍啊！女朋友？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了？滚犊子！生什么气？我刚才可是搀着你的。你搀着我进来怎么了？搀着我进来不代表你就是我女朋友。再说你还没答应我呢。可是我没答应。答应我？谁能答应？谁稀罕做你的女朋友啊？你刚才跟人说我是你的普通朋友，我面子往哪搁？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错了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是不会逼你的，我愿意等你，直到你心甘情愿愿意做我女朋友那天为止，好吗？啊？那咱说好了，我要考察你一段时间。没问题呀。哎，我保证以良好的态度接受组织的考察。那考察期结束之前，我们就是好朋友喽。而且还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。嘿，好朋友，怎么着，朋友？帮我一个忙吗？你说呀。好朋友之间不就是应该互相帮助吗？爸。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啊？您需要点什么？我什么也不需要。我是搞市场调研的，听说苏菲这个牌子卖的不错，我怎么没看见？您是给女朋友买的吧？啊？女朋友？不是，是我不是跟你说我是搞市场调研的吗？哎，苏菲有一个那么长的那个。啊，是这样的，那一款已经断货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一款别的吧。不用了，你忙你的啊，谢谢啊，哎。哎，王经理，下班了还不走啊？你先走吧。还在想那个提案呢？嗯。下班了，一起吃点东西吧。不了，我想今天晚上把它改出来。你在这坐着干嘛？监督工作啊。你这样坐在这儿就跟监考一样，我怎么安心工作啊？这就对了呀。下班了，别太辛苦了，明天上班接着干。那不行，我预支了那么多工资，如果不干出点成绩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别太晚了。啊。开车小心点。拜拜。
朋友，开门开门。Hello， 朋友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就把它们全都买回来了。哼，往后退半步。干嘛呀？退半步。干嘛呀你？剪刀手。以后你最好老实点，不然把你照片发到微博上去。得嘞。放后备箱里吧。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啦。对，这是妈妈最喜欢吃的榴莲。妈妈，可是它长得一点也不像水果，而且它的味道也怪怪的。榴莲是水果中的国王，所以叫水果之王。哦，妈妈，你今天怎么买榴莲啦？爸爸不是不喜欢吗？你以前都是我一下就放下的。今天我们买2盒好不好？好，可是要是爸爸不高兴了怎么办呢？周芳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？啊！你知道你那天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，我是怎么回来的吗？我管你怎么回来的，该。来坐，请坐。你这儿可够乱的啊，不如你家。想喝点什么呀，姑奶奶？随便。好嘞。朋友会？真是朋友会啊？什么情况？来，喝水。
你跟王源什么关系啊？谁叫王源啊？我那好姐们王源。不认识啊？你别装了，这耳环是王源的，他过生日的时候我跟周小北给他定做的，全世界只有这一对，不可能重样。你看，你看，这还写的王源呢。我还真是啊。哎，这男的你认识吗？彭永辉呀。熟吗？不熟，没打过班都不算熟。你要那么说，咱俩也不熟。你可别逗了，这耳环为什么会在你这儿啊？啊，是那天来了2个女的，其中一个我认识。然后跟她一块来的那个啊，怀疑她老公出轨了，就想让我帮忙查一查。我哪管得了这事儿啊？我说我不管，人把东西放着，人就跑了。彭永辉老婆来找你了？这些是他给你的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我不是。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再具体一点，快点啊！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这个这女的过生日，她想要一条项链。结果她老公呢，送给她一支钢笔，她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在家里边翻出一张发票来，上边赫然写着项链。最后她在车里边又发现了这只耳环，然后那个女的就疯了，疯了，疯疯癫癫，疯了。你说什么样的人才会派人去调查自己的丈夫呢？这事儿也别怨别人。依我看，都是王源自找的，长个包子样，就别怨狗跟着。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然你去跟刘岩说说，让他别查了。他本来是不想管的，是我要求他假装调查这个事儿。你想啊，就算他不查，别人也得查。还不如让刘岩查，咱们还能掌握主动心机，你说是吧？那怎么办？要不然咱给王源打个电话，告诉他。你可别了，他最近烦心事儿够多的了。哎，要不你顶上吧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代替王源去见彭永辉老婆啊？啊？你让我冒充王源？对呀，就王源那样去了，不得让人给欺负死啊？不是，那为什么是我去，不是你去呢？我长这样也不像威胁别人家庭的呀。你不像，我像。不是，真行，周北。我是说你年轻貌美，我长得其貌不扬的，去了也没效果呀。像你这样，气场就不一样了，真的。周北，真孙子。行，我去。他老婆不就想找一个狐狸精假想敌出口恶气吗？侠丹姆斯，我才不怕他呢。说彭永辉真行啊，找了一福尔摩斯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我要去盯着点留言，别跟王源说啊。知道了。别跟王源说啊。你们家有兄弟姐妹吗？就我一个啊。你79年的哈？啊。那家里人没逼你结婚生孩子？逼呀，天天催。哼。我们家也催。哼，催你相亲吧。但我不想结婚。我也不想结婚，最起码我现在不想结。真的？嗯。哎，你父母身体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。你大爷什么的呢？挺好的呀。没有家族病史啊？你问这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过来。你干什么你？头发挺好啊，你不脱发吧？你才脱发。哎，你牙齿怎么样？我看是不是烤瓷的？含劲儿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要把我给遗体捐献了呀？不是。我最近嘛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。你说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说的这个问题吧，它是个问题，但是人活着就是活着呗，有什么？你有可能成为乔布斯吗？不能啊。有可能成为爱因斯坦吗？不能啊。那你活着干嘛？活着挣钱呗。挣好几个亿，花完了怎么办？那你说人活着为什么？得生孩子。你为这个地球贡献了一个人类，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意义。
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。你说。哎，那个彭永辉他老婆那边怎么样啊？啊？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。靠谱。你过来。你就这么答复他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这不是骗人吗你？这怎么是骗人呢？这是帮人，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咱俩绝交。你要干嘛呀你？你管我干嘛呢？你就这么去做呗，出了事我兜着。啊。屋里请，屋里请。今儿小北有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，你得好好热闹热闹。小北是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今儿我安排啊。爷呀！你又安排了，感觉我们占你多大便宜似的。不是那个意思，真不是。请一次就行了，不用回回都请，是吧？对啊。得，那我今儿给打个贵宾折，这行吗？还差不多。哎，拿吃的吧，拿吃的，拿吃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拜托你个事儿。说。我有一朋友啊，有一项目一直批不下来，你们家老爷子正管这事儿嘛，你能回家跟老爷子说说？这事儿你别求我，我帮不上忙。他我又不认识，要你的事儿，你可以自己找我爸去。别，甭去，你等会儿，我这跟你们家老爷子张不开口，我打怵。哟，你是我亲哥呀？啊，啥意思？我也打怵。得，我给你们安排吃喝去了。回头我可以帮你问问。哎呦，谢，马上让人送2瓶好酒，送的啊！走。有没有点我爱吃的？林元涵，老黄怎么对你百依百顺的呀？就是，哎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？追你呢？拉倒吧，被他追简直就是一种耻辱。那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？还不是因为我爸呀？生意人一开口就是生意啊，工作没别的。哎，有件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们。什么事儿？不会你也结婚了吧？不是，我现在在彭永辉的公司上班呢。为什么？他公司缺人啊。缺人不会招啊，干嘛非得你去啊？你受虐狂啊？他又没有欺负我，一直都对我挺好的。谁心里口谁知道？那你还习惯吗？怎么了？哪方面不顺利？是不是彭永辉拼命给你创造任务，让你创造利润啊？现在资本家都这样，恨不得把女人当男人用，把男人当牲口用，活该。不是工作上的问题，我懒得听，是人际关系方面的。哎，我那些同事们老是议论我，一个说这刚来的业务总监都给咱们公司拉过什么业务呀，有过什么业绩呀，凭什么一来就是总监呀？刚走了个不清不楚的，现在又来个不明不白。另一个就是说了啊，哎，我看他，黄总对他挺好的呀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谁让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呢？咱们拉业务靠的是手腕，人家拉业务靠的是脸蛋儿，就差没说大腿了。哎，你这大腿啊，没准比你这个脸和手搞业务强，实在不行就留起来当秘密武器，关键时刻就亮出来。哦耶！高远，等了这么多年，想没想过要个结果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我现在就想好好工作。哎呦喂，你的那个经理梦还没破灭呀？在你眼里，只要是有梦想的人都是傻瓜。你已经不能用傻来形容了，你简直就是疯了。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也疯了呀？换着好好日子不过，结什么婚了？这都成为既定的事实了，你不高兴也没用。哎呀，对了，待会儿胖子还来呢，给他多拿点。服务员，再加份梅菜扣肉。哎，你说的那个胖子到底是哪一款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就郑远东，人特胖但特好，大学毕业以后就去非洲了，在大使馆工作。哎，他在非洲的时候还被人打劫过一回呢，而且他从来没交过女朋友。真的？那么胖还被人打劫过啊？肉票啊？大概也许可能是吧。从来没交过女朋友，那他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怎么了，何文静？你这刚失恋就想寻找下一目标了？你放心，我对胖子不感兴趣，从来没交过女朋友，我不信。真的？不是，你想想，他那非洲有看得上眼的女的吗？哎，再说他一看就那种特痴情、特实在的，就一旦喜欢上谁，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变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晚上得好好玩玩他。行啊，怎么玩？我先找老花安排一下。好。走啊！小北，今天不许王妹再唱那个什么勇气呢？你给他点点别的吧，高兴点的。
林子他会唱吗？会吧？你先给他点上再说。小北，小北，还那么胖啊？不减肥？你不也是从小学毕业到现在身材也没变吗？还那么毒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特别好的朋友韩文静，这个胖子郑远东啊，东哥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见过人家吗？紧张，来，给你点好了，坐下吃东西吧。哎，我还真饿了。这非洲民航飞机上也闹饥荒，我跟你讲。东哥，小北一直跟我们说，这2年你在国外可苦啦，所以今天呢，叫了几个漂亮的驻场陪你唱歌。不，一会儿你挑一个啊。哎，真不用哎。来，别客气，来。这合适吗？不合适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介绍一下，这是刚从南非回来的东哥。东哥好。大家好。啊，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呀？好好看看。真没有啊？那算了吧，谢谢啊。真没有啊？右边数第3个。啊？第几个？右边数第3个。哎呦，又不是电脑排号，还随机呢，长什么样？形容一下。长得像大学生，穿黄衣服那个。那个我认识，她特别漂亮，我听说。东哥刚从国外回来，连饭都没吃呢啊，陪好了。哦。东哥。哎，请坐。东哥，喝酒吗？不会。抽烟吗？不会。取块西瓜吧。不会，我要去趟洗手间，对不起。太坏了你们！我吓跑了，我去看看。他为什么这时候上厕所啊？我哪知道啊？胖子。怎么样？不错，挺好。真的不骗你，男生就是容易这样。怎么样？没跑，去上厕所了。闹裤子了吗？知道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俩太坏了，什么人呢都是。他出的主意。好朋友就是拿来捉弄的吗？不是你不小吗？你演的很好。我打算帮帮你。我像吗？特别像，真的特别像，特别像。我才好笑呢。你怎么说？我要这么说，那肯定是太好了。我就知道你们认识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是他们俩逼我的。来，胖子，来坐，别小心眼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特好的姐们王媛，这胖子郑远东。哎，东哥。东哥这次回来怎么打算的呀？哎呦，回来看看，在国外待着太寂寞了。哎，不是说出国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啊？这好山好水好无聊，所以说我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。也是，哎，我们小区隔壁那个大排档，你知道，旁边开了一美甲店，新开的。那个美甲店的老板呢，就是从国外回来的。那美甲店还是借钱开的呢。哎，你说在国外上了那么多年的学，口袋折腾的比脸都干净。哎呦，胖子，我不是说你啊，说的就是你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对得起。最不耻的就是周小北，还不赶紧抓住青春的小尾巴，结什么婚啊？
小北，你结婚了？哎，我说小，你还有脸说人小北？怎么了啊？来，我怎么听说你又交新男朋友了？干什么的？什么叫又交新男朋友了？缘分？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假装。哎，韩文静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是那个什么私人卖保险的吗？对，给那个私家车做保险的啊，也兼职卖保险。私家车保险。什么时候带出来见见呀？再不见又分了。哎，韩文静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去吗？不去。啊？去。走。干嘛呢？别理他们，他们就这样。不好意思，这刚才误会了。没事儿，他们故意逗你的。我都习惯了。小北他们从小就老欺负我。我知道。哎，你跟小北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们是发小。你们呢？我们是大学同学。我要当初跟你们一个学校该多好。为什么？啊？没什么。哎，点歌吧。好。哎，吃点东西。东哥，快吃！别叫东哥，叫胖子就行啊。你什么情况呀？靠不靠谱啊？啊！你差点说漏，你知不知道？王源要追问下去，那咱露馅了。走嘴。站好。事办怎么样了？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啊！我让他往哪发展，他就得往哪发展。哇塞，你现在就是幕后的一只黑手啊，贼黑的。不过好像瞒不住，什么瞒不住了？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？站好。你说刘岩要什么都没查出来，人能相信他？所以我让刘岩假造了一份通话清单，告诉那娘们儿查着了。哎，电话清单是谁的号码？哎呀，能是我的号码吗？我新买了一部手机，新办了一张卡，24小时待机。听那个福尔摩斯的意思，好像是他把人约出来当面谈。我靠，他还当面谈？哎，不是，你听他那意思，他到底想不想离婚啊？我觉得不想离，我现在就等他给我打电话了。你让刘岩把电话号码给他了？给了。刘岩不是挺不情愿的吗？你怎么让他给的呀？再不情愿，能有我重要吗？那是哈。你现在准备以身饲虎了？你想什么呢？你以为我去给他当出气筒啊？那你总得有个立场吧？你不能去了找人打一架啊？那就看他是要钱还是要人了。要钱好说，交给法院判；要人那就太好了。江湖规矩，屈才免灾，趁机把老头和王源给搅黄了，说不定王源还能少奋斗2年呢。韩文静，我发现你自从认识刘岩以后，思维缜密不少啊，简直现在就是女版的超人。那是，请把我的红裤衩拿来。行，送你。咱们这么干，王源能同意吗？他不同意能怎么办呀？你愿意看他每天都这么苦哈哈的等着朋友回找一辈子呀？我可气不过。喝酒。看傻了？相亲呢你？瞎说什么呀？你们上厕所都上这么半天啊？我估计有人嫌我们回来早了。王源有男朋友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。我回来了。今天回来的够早啊。累得很，昨天晚上没休息好。天天出去吃饭，您倒是不觉得累，回家就喊累啊。怎么我回来早到不对了？
你回来早有什么用啊？你回来早也是倒头就睡，回来晚还是倒头就睡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们娘俩睡得还安稳些呢。老婆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神经兮兮的。我神经兮兮，我神经兮兮。彭永辉，我跟你结婚多少年了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娘俩啊？你每天的心思都在哪儿啊？天天出去吃饭，天天出去应酬，您倒是不觉得累？回来呢？回来一句话都没有。我每次跟你说话都得问2遍以上，要么你就说根本不知道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呀？你把这儿当家还是当旅馆？你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啊？怎么现在说话越来越冲，而且话越来越多？老婆，我在外面吃饭，那都是跟客户的应酬，这本身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你说，哎，我如果不工作不做事儿，你们娘俩吃什么喝什么？你亏不亏心呐，彭永辉？你亏不亏心呐？你每次出去吃饭都是工作上的应酬吗？啊？你那应酬谁呀？情人、二奶、小三儿？无理取闹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哎，不用这么说，能陪你走一段，我也挺开心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回去吧。哦，嗨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了？你猜刚才谁给我打电话？谁？福尔摩斯。彭永辉他老婆。他说什么了？我等他电话等得又着急又紧张，可算打过来了。我接他电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你快说他说什么了？他还能说什么呀？就是说，问我有没有时间约我见面呗。那你现在准备去啊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呢？不是，他打电话来没说什么吗？他不是兴师问罪的。都是成年人了，哪能啊？我觉得你得慎重。哎，把你平常那套得收一收。人家保卫自己家庭没什么错，你可别再添出什么乱子来。人家王源也没想破坏他家庭啊。默默喜欢彭永辉这么多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跟谁说理去啊？又不是他的错。我就一直觉得吧，咱们也不了解这人，他万一是一个侠胆母狮型的呢？把你约到一个偏僻的地儿，卸掉一只手，石沉大海。或者话不投机，干脆直接抱着你一块同归于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卓北，你是不是写剧本写疯了？哎，实在不行你陪我去，你就跟他说，大姐，你别这样了，我老公也出轨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你看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一口气忍到底。我让他向你学习。哎，你赶紧去民政局问问，结婚证能给退吗？不都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吗？见完了赶紧回来找我。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
这什么呀？苦丁。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茶嘛。也不知道王小姐平时喜欢喝浓的还是淡的。我们年轻人，浓妆淡抹总相宜，无所谓了。我喜欢喝浓的，因为浓的苦啊。哦，这茶就像人生一样，总得先苦后甜吧。跟过日子一样，白手起家的时候总是苦的，然后慢慢有了事业、家庭、孩子，就变成甜了。可是现在好像不流行先吃苦了，一上来就想要甜。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呢？那还真不一定，看命吧。你不是我要找的人。哪儿不对劲？你没戴耳环。耳洞啊？我有啊。前2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丢了一只耳环，怎么找都找不着。算了，就不戴了。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我认错人了呢。我觉得不应该呀，我认错谁也不可能把你认错呀。你就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是你约的我呀，不是我约的你。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吗？因为你们家老彭。是。我想跟你聊聊我们家老彭。我想你听听我跟我们家老彭的故事。好。当初我跟老彭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钱，没房子，没事业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我跟着他，那个时候我们俩很苦。可是他每天都安慰我，他说：“老婆，你要相信我，等以后我们俩有钱了，我会加倍补偿你，我会把亏欠的都补给你。”后来，慢慢我们俩好了，有钱了，他也真的实现了他的诺言。他让我辞职在家，我什么活都不用干。我在家一心带孩子，我想要什么我就有什么。他在外面是个好老板，在家是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他总是搂着我和甜甜说，我和甜甜是对他最重要的人，谁都代替不了。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你想让我跟我们家老彭离婚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我死了。我今天约你来，一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二呢，我想跟你做一个彻底的了断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怎么样才能不缠着我们家老彭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你哑巴呀！我没缠着你们家老彭。行了你，王小姐，你就别跟我装了。就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口口声声说什么爱情，什么感情，我们家老彭没钱，你会跟着他吗？啊？行，这次算我倒霉，破财免灾。你说吧。你要多少钱？要多少钱你能离开我们家老彭？你说呀，你说个数。20万够不够？我要是你呀，我就学聪明点，现在赶紧拿钱走人。
行，这是账号，下午5点以前把钱打到账号里。幸会。就这么着，我以不变应万变，杀他个屁甲不留。你不吹能死？谁吹了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走了，剩下侠丹母师一人在包间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我就背着他给我钱这一招呢。我现在看他怎么办。韩文静，你这怎么不听指挥啊？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哪有什么指挥啊，全靠临场发挥。再说你也没有给我什么方向啊！你背着我把银行卡办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我哪知道用得上啊，以防万一呗。这能见招拆招就不错了。这要搁你去，你能像我一样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吗？不能，那不就得了？我跟你说，这福尔摩斯可厉害了，我差一点就露馅了。要不是我心理素质强，一般人见着他就先被吓死，气势上直接败下阵来。不是，我们得做2手准备，要么给钱了，要么没给。先想想，要是没给怎么办？没给，哼，没给就麻烦他把这口气生生给我咽回去，从此以后就不要再找王源的麻烦。那要是给了呢？给了就脚比难办，咱们得把钱取出来给王源送过去，再好好跟他解释解释，顺便再劝劝他。像他们这种家庭，这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都是自己一手挣出来的。哎，我觉得20万不会一下就拿出来吧？我也觉得他不会给，但这话他已经说了，一会儿去银行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最好别给，这王源可不是好劝的主。那能怎么办啊？人家老婆都打上门来了，就等着彭永辉吗？要么就跟他彻底断了。你觉得王源做得到吗？他要能做到，他能走到今天吗？那不就得了吗？人是人老婆自己找着的，钱是人老婆自己打过来的，凭什么不要？我还嫌少呢。你说王源是谈钱的主吗？他只谈感情不谈钱，那就得看彭永辉的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做一个了断了吧？要么离婚，要么跟王源一刀两断。凭什么呀？什么好事都让他一人占着？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你觉得他能离婚吗？不知道，要离早离了。走啊，便宜他了。快点啊！甜甜呢？不是让你送姥姥家去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报账啦！真行，早知道多要一点。走吧，给王源送过去。走啊！站住！怎么了？收拾桌子。你又发什么神经呀？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做，凭什么呀？我是保姆啊！你如果不愿意干，我们可以去请个保姆。哟，你说得倒轻巧，那孩子怎么办呀？孩子你也不管了是吧？行啊，明儿我就把他送孤儿院去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啊！彭永辉，你别以为你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你找个什么好东西呢，还不是20万就让我打发了吗？你是不是真以为人家对你是有感情，真的爱你啊？告诉你彭永辉，如果你没钱，狗屁都不是。你刚说什么呢？
什么20万？你把谁给打发了？你问王源去吧。待会儿咱们一定得面带微笑，感情真挚。就问王源，王源，你说人生在世，草木一秋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王源肯定说，我觉得是感情吧。你们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然后咱们就接着说，错，感情呢分很多种，爱情算个屁呀！告诉你吧，最重要的是亲情、友情和金钱。没错，王源一向懒得跟我们理论这种问题，肯定满口答应表示赞同，接下来就好办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俩再兵分两路，一路呢就谈感情，痛斥彭永辉不是人，这么多年也没意识到他的一片真情，青春就在他身上消耗殆尽不说，还落得个满地伤心。好，别打岔。再一路就谈现实，你看现在大环境，经济危机了吧，物价飞涨了吧，到最后理想都得兑换成车子、房子和银子，以此来表现金钱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。没错，先从感情上击垮他，让他对彭永辉彻底绝望，然后从价值观上正确引导，让他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笔钱，靠谱。忘了笑。行。你们两个怎么来啦？代表组织来看望你，即个人。他是组织，我是个人。你们俩怎么笑得那么假，跟推销的似的？喝什么？不喝酒，今天不喝酒。什么情况呀？你们俩怎么了？你说呀？不敢说呀。要不你开个头？你们俩说相声的。我说。喂，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地道，周老北？咱俩不都商量好了吗？你开个头，我就可以说呀。你看他，你给我个引子呀。说什么呀？我上来就说，反正不是我。你好，你要不信就算了。那会是谁呢？谁啊？不知道。怎么生气了？你怎么了？谁的电话呀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哎，彭永辉在外面有女朋友啊？谁啊？我不知道。这彭永辉真行，这回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听他的意思呢，他老婆发现他外面有女朋友，反正不是我。好，发现的好，这回你认清楚他的本质了吧？啊，也就你爱搭理他。你说你跟彭永辉在一块能闹点什么好啊？这彭永辉话长的还挺多。哎，你脑子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听着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说的不会是你吧？怎么会是我呀？不是，你想想，福尔摩斯中午刚跟你见完面，下午就发现一轮新的奸情了。也对啊。不是王源，彭永辉有女朋友了，那他给你打电话干嘛呀？他问我今天上午有没有跟他老婆见过面，有没有拿他老婆给的钱。我说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？然后他说没事了。我接着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
误会了，然后就挂了。手下败将，手下败将，你说这福尔摩斯怎么能这样啊？啊，挑拨离间呢还有这手？不是，我觉得不会是他拿，他没有机器拿呀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事就是他办的呀。他钱都给了，拿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会不会是彭永辉发现的？放屁吧！彭永辉知道了，还能让他跟我见面？跟你见面。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不是他。周芳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蠢事儿了。我干蠢事儿？你宁可相信他，也不相信我，是不是？彭永辉，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的。还好是我去了，要是你，本来脾气又好，又觉得心中有愧，那还不被他欺负死啊？是吧？文静，谢谢你。王源，你别难过了，为这种人伤心根本就不值得。我喜欢他有错吗？有错。你收了他的钱，不要白不要。什么叫不要白不要？那钱不是白给的，那是我这么多年的青春换来的。把钱给我。多少钱？太少了，20万。王源，你想干嘛呀？不干什么。把钱还给他。顺便问问，我喜欢他这么多年，他把我王源当成什么人了？问我是不是收了他老婆的钱？20万。是我现在是很缺钱，但我不会要这样的钱。你可别傻，你们走吧，你不能还给他。滚！真行，王源这是什么反应？你说这事儿是办成了还是办砸了？哼，估计是砸了啊！你见过王源对谁说滚了？把彭永辉叫出来，好好跟他谈谈。不行，现在时机还没到。还没到？那什么时候能到啊？今天不能谈，明天不能谈，这一辈子都不能谈吗？我们老家楼下那一对，从刚结婚就开始闹，现在可好，70多岁了，分居都40多年了，法院都封了。哦，王源都没让彭永辉离成婚，你谈就管用啊？我不说出来，我心里不痛快呀。这王源太惯着他了，这么多年了，王源一直逆来顺受，忍气吞声，跟个小媳妇似的，宁可为难自己，也不难为别人。你说这王源怎么这么能忍啊？这彭永辉还算好的，哎，我一哥们儿。前段时间闹离婚，闹得心惊胆战的，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儿，开门就看他老婆在不在家，要是四处找了还没在，立马冲向窗口看有没有人跳楼。该，男人都这样，
离婚说起来特简单，做起来比登天还难。哎，再说，如果彭永辉要是抛弃他老婆跟王源好，他难保以后不跟别人好。你愿意看着王源以后变得生活跟福尔摩斯一样？我不跟你聊这些了，你自己找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跟你聊这些无异于问道于盲。有一次我在一本书上看见一句话，说我有老婆了，你还喜欢我？1年2年，那是作风问题；3年4年，那是道德问题；要是10年8年了，那就是爱情了。我立马就想到王源了。别往爱情上扯啊！一个男人结了婚还给你若即若离，要么薄情，要么寡义，要么薄情寡义。那么喝点酒吧，继续想办法吧。先别喝了，等等消息吧。我深知王源的冷静其实是一种绝望。你本来相信爱情，爱情伤了你的心；你本来相信朋友，但朋友伤了你的心。后来你什么也不相信了，结果自己伤了自己的心。喂，我在家里，有什么急事吗？那行，那这样吧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好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谁打的电话？公司同事。哪个同事啊？说了你也不认识啊。今天是周末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去见一个同事。我不管，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你干什么去，别出这个家门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别无理取闹成吗？我还就无理取闹了，怎么了？彭永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还钱的。什么钱？这是你昨天说的，你老婆的钱，不过不是给我的，是给韩文静的，请你还给她。我老婆给韩文静钱，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回去问你老婆吧，她都清楚。莫友，昨天我给你打电话，其实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资助给我的学费，我现在攒够了，还给你。我不欠你了。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别搅和了，行不行？还嫌不够乱？谁搅和了？你谁呀？啊？说话呀！我是王源，
你是王源？你不是我昨天见的那个人啊？你说，你到底谁啊？周哥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有什么话咱俩回家去说，好吗？你就是福尔摩斯吧？什么福尔摩斯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找人调查自己丈夫的福尔摩斯。你别走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跟我老公到底什么关系？以前是同事关系，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。黄慧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以前是同事关系，现在什么都不是。谢谢你啊，胖子。千万别谢。再说了，我也没帮你什么忙。你能陪我去，就是帮了挺大的忙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我觉得陪着你，我也挺开心的。你说你刚下飞机，我就把你拉出来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坐了2天的飞机，累坏了吧？哎，不累不累。我就说你别因为这事生气啊，气大伤身，万一气坏身体，不知道。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我这几年的感情生活，让你见笑了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打算啊？其实你们在一个公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会不会尴尬？我不知道。这世上好男人不止彭友辉一个啊。我没谈过恋爱，就只喜欢过这么一个男的，而且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他对我挺好。你能告诉我，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吗？你真想听？哎，彭太太，来。混蛋，骗子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，我跟你好好说，好好说的，好好说得了吗？你干什么，彭太太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跟我见面的和给我老公送钱的是2个人？为什么？什么2个人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人是你联系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你这个，哎，镜头，镜头，骗子，你个骗子！你冷静，快，你冷静，冷静得了吗我？是。哎，彭太太，彭太太，彭太太，你是打算回去以后跟他离婚吗？我是不会离婚的。我跟他认识其实挺偶然的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。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我妈一个人拉扯我跟弟弟，所以家境不好。但是我不想放弃学业，那个时候正好学校搞了一个活动，拉一些有钱的企业家来资助一些贫困生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企业家。有一次，学校搞了一个类似于歌功颂德的答谢会。因为是他资助的我，所以就认识了。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追求你了？没有，他经常打电话约我吃饭，但我总是说学业紧，没有时间，都推掉了。只有一次，我跟他喝了杯咖啡，在那个过程中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，直到他把我送回学校的时候，我才跟他说了一句话。再见。那
你不喜欢他吗？喜欢，从一开始就喜欢。那你为什么不表白呢？怎么可能？他有家庭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得到什么。那其实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交往。也许是心里觉得自卑吧，因为拿了他的钱。我明白，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。后来呢2年后我毕业了，分到一家外企，薪水很高。说到这个，我都觉得挺对不起小北跟文静。不是你工资高跟他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工资比他们俩都高，但是每次出去吃饭我都不买单，他们俩天天骂我说我小气抠。我记得有一次文静过生日，我花了7块钱买了套 QQ 秀送给她当生日礼物，还挺生气的，她1个星期都没理我。别看我在外企工作挺风光的，但其实回到家以后，我只吃方便面跟咸菜。我从来不买衣服，只有3套衣服轮着穿，其中2套还是小美跟文静送给我的。省下来的钱呢，我不是寄回家，就是存下来。存了不少钱吗？存了这么多年，总算存够了。我刚才一起还给他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欠他。你也别太苦了自己。一眨眼，这么多年就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次跟他喝咖啡就是在这儿。在我们那儿有个说法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杯热巧克力，心情就会变好。哟，你这怎么了？让人劫了？一片狼藉呀！说了，刚才那个彭永辉的老婆来了，二话不说把这一通砸。夏丹姆斯来了。你以为呢？啊，你看，你瞧，都光了啊！还真是。那你是不是特后悔帮我啊？后悔？不能够，哼，砸坏了再换新的。行了你看看你这手。哟，文静儿。嗯。流血了，快去洗一洗吧。好嘞。贱，我帮你收拾一下啊。好嘞。一会儿帮我还原一下犯罪现场。刘岩啊，你看见我手机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找找吧。刘岩，看这女的多狠，你快看，多狠，简直就是母老虎这啊！谁叫搞定了？
我存着玩的。又把我给搞定了哈！我存着玩的。这回跟谁打赌啊？没有啊。刘岩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你！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错了，那时候我是跟别人打赌，我捉弄你，我那个时候我吹牛，我以为把你给搞定了，不是差一点没搞定吗？我存这个，我是因为我亲切，我。刘岩，现在你在我心里也有个名字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死定！文静儿，你别生，文静儿，你别生气。小北，我回来了。小北啊，这次我可是彻底回来了。嘿，哎呦，我大作家又在搞什么宏伟巨作呢？你吃饭了吗？没呢，你呢？我也没吃呢。要不咱们出去吃？算了吧，领完证咱俩还没回家吃过饭呢。我妈打电话说让我们有空回去吃饭。什么你妈我妈的，是咱妈。咱妈。应该的，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回去看看。走，回咱妈家，我去换件衣服啊。我和小北结婚了。爸妈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前段时间工作特别忙，公司临时有事把我调出去了，耽误了婚宴，又一直没来拜访。我心里啊特别内疚。不过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小北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妈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现在就把婚离了啊！哎，你这孩子，好了好了，你们这个证也领了，婚也结了，那过去的事儿啊，就都过去吧啊！啊，对，咱们啊一切向前看啊！哎呦，总算是都过去了。这樊斌啊，小北，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是不是该考虑下一代的事儿了？趁着我俩还能动，赶紧要个孩子。我们俩没那么着急哈。是。我是替你着急。你看，你这眼看着就奔30了，等你那孩子大学毕业了，你还不奔60去了？妈，你真是越扯越远了。行，不说远的，那你们这个婚礼打算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得热闹热闹？哦，妈，刚才啊我跟小北还商量呢，我这不刚调回来吗？我得先熟悉一下这边的工作，等过段时间公司不忙了，我们就挑个好日子，好好摆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再请个年假，陪小北出去玩几天，就当是度蜜月了。哎呦，怎么叫是当度蜜月了呀？那就是度蜜月，对吧？是。好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让你妈呀给咱们加几个菜，我和樊斌呢喝上2杯。哎，好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还有呢。哎，这樊斌啊，你呀以后也得好好管着小北点儿，别让他一个人在外面老喝酒。一个女孩子家，别说是对身体不好，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也不好看吧？我不知道小北总喝酒啊。哎，你看，连樊斌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喝酒，那你一定是背着他自个儿偷偷喝的吧？没有妈，我干嘛要偷偷的喝呀？我怕他干嘛呀？再说了，我们俩两地分居，也见不着面儿，别说是喝酒了，估计连我吸毒他都看不出来。这半年多啊，我跟小北聚少离多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他的关心实在不够。你看看，你老是护着他，年轻人在一起呀，互相关心，互相谦让，那是应该的。可是该批评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批评，不能老由着他来啊。是爸。行了，我再去做俩菜。快去。汤来了，来，你尝尝个牛肉。好，来，小心烫。我喝着滚烫的排骨汤，努力说服自己，不就是结个婚吗？追究那么多干什么？其实
在心底我清醒地知道，还有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愿面对的重要原因。他说服我不要去拆穿樊斌拙劣的谎言，并且告诉我该怎样结束这场闹剧，那就是我还爱他，不愿意轻易失去他。来吃菜。哎呦，我自己啊，哎你也吃点啊。好，来，白冰，吃菜吃菜。王源，是我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也知道你不想见我。王源，是我让你受了委屈，请你打开门，我想见见你，我想和你解释一下。王源，对不起。小北啊，以后咱们就朝夕相守了。嗯。哎，要不咱们给这房子添点什么？要不把这个沙发给换了，怎么样？嗯。老坐在电脑前累不累啊？来，尝尝老公的如来玉指。怎么样，老板，舒服吗？不太舒服。看什么呢？那么入迷。围城，城里的人都想出来，城外的人都想进去。这不是多少年前的书了吗？你都看了好多遍了。重新温习一下呗。别看了，再看就看傻了。哎，小北啊，咱们领证以后啊，还没好好出去吃顿饭呢。要不叫上文静和王源，今天晚上好好庆祝庆祝。王源最近刚换了新工作，我估计他没空。那咱们俩单独去吃。可以啊。你想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，你定吧。哎，我来，你坐着，啊。文静。喂。什么好消息？行行，你过来吧，我在家呢，火速啊。文静说她一会儿过来我们家吃饭。他一个人啊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你还那么怕文静啊？王源再好一点，他一个人，我还真有点怵。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，怕什么鬼敲门呀？对呀，我怕他干嘛呀？那咱们出去吃？算了，咱们还是在家吃吧。文静喜欢吃咱们家门口那家川菜，要不然你去打个包，买几个菜回来也行。那我去了。嗯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啊。
女王驾到！哟，谁的箱子啊？樊斌回来了。你怎么跟猎犬似的？你被刘言同化了？人呢？又跑了。出去打包去了。什么包啊？在家附近随便吃点不就得了？在家附近，我可没那么大胆儿。家附近吃，万一您心情不好，加上酒精上头，把我们俩事儿抖了出去，我以后还用不用在这片混了？你什么都没说吧？待会儿你也不许提啊，周小北。为了维持家庭和婚姻的稳定，你不惜忍辱负重到这种程度，你真懂事儿。快进入无性婚姻阶段了吧？你问我爸我妈？我说你和樊斌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我还说你要真问关于二老这问题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睡觉分昏睡和斋睡，你们俩现在属于哪一种啊？斋睡，我就知道。我们俩在一起同居那么多年，斋的跟荤的有什么区别吗？周小北，你跟这么个人在同一个地方、同一张床上睡那么长时间，你不恶心吗？你管老子！你说咱们俩是不是真的老了？咱们不是80后吗？80后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吗？怎么突然一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了？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，现在人90后都出来混了，都有人管我叫阿姨了。我认识了好几个80后啊，离婚都离2次了，起步早的人小孩都上小学了。什么起步早起步晚的？不爱听。又戳心窝子了？戳谁心窝子了？我这叫起步不早不晚，不信你等着瞧吧。先生，您的饭好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先生，饭钱您没付上。哼，对不起啊。多少钱？108，您就给100吧。谢谢啊。那我喝还是不喝？你想喝不想喝？我喝了，我可就控制不了了。我说话可不好听。这我知道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文静来了。串门来啦？对啊，好久没见你了嘛，过来看看你啊。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家小北呢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最近半年过得有点孤单，打算给他介绍一个有责任心的高富帅什么的。我拿去厨房弄吧。那我帮你。樊斌。来，聊2块钱的。越来越漂亮了。你挺好的。我挺好的。身体也挺好的。挺好。没有得癌症，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。死不了，死不了。哦，那你自己倒水喝吧。哎。小北，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高温瑜伽馆，你去不去试一下？那老板我认识。我不减肥。那个瑜伽减肥啊，现在千万别听杂志那一套，整天教人怎么瘦。这女孩子啊，瘦的个个跟竹竿似的。其实吧，男人一点都不喜欢太瘦的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你告诉我，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男人就喜欢那种看起来瘦瘦的，摸起来肉肉的。谁呀？谁看起来瘦瘦的，摸起来肉肉的？哦，是小北吗？我说的就像你那样。我说我瘦。你一点都不瘦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一点不瘦？我目测的。挺厉害啊。一般一般。我还以为男人都喜欢那种看起来肉肉的，摸起来也肉肉的女人呢。我反正不喜欢，我就喜欢我们家小北。最好就喜欢你家小北一个人。我知道啊。我觉得你的那个身材那么修长，你看玉树临风的，走在大街上，简直就是一道霞光啊！樊斌，过来帮我弄一下。哎，我来了，我先去了啊。
文静，多吃点儿，这菜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去买。别了，我怕胖。小北，你也多吃点儿。我吃饱了。范斌，结婚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是吗？那我得送你们一个结婚大礼。不用了，你跟小北那么好，就别破费了。凭什么呀？哎，你打算分我多少钱红包？我这个大礼可比红包强多了。什么大礼呀？对啊，说说吧，也让我们俩提前高兴一下。一份巨额的医疗保险。医疗保险？对，受益人就写周小北。上次你得了绝症，可把我们家小北吓坏了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满世界找你，恨不得就随你而去了。别胡说八道，我没胡说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哼，虽说是误诊吧，但万一呢？我说万一将来你有个3长2短，你扔下我们家周小北一个人，他怎么活呀？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是吧？精神上没有人陪伴就算了，物质上得有个保障。你们俩现在结婚了，不比谈恋爱那会儿？年轻人为自己多想一点没有错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樊斌已经调回来了，就在本市工作。调回来了？对啊，离这么近，受得了吗？受得了，受得了。我不是要收拾你，我想起来有件事要跟小北说。王源的事儿？对。要不要我回避一下？你最好是回避一下。那你们俩聊吧，我出去转转。你去哪儿啊？就在屋里待着，哪儿也别想去。哎，不许偷听啊！好，那你们聊吧。还想出去？你可真行，我真服了你，周小北。哎，快说，怎么了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你！王源早上给彭永辉打了一个电话，约他出来见面。你猜谁陪他去的？胖子。胖子？不可能！你从哪儿听来的？胖子当天晚上跟我们吃完饭，第二天就走了。胖子是走了，回北京办完离职手续，第2天就回来了。那他回来怎么没告诉我呢？哎，王源私底下还跟胖子有联系啊？那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吧？处处是八卦，遍地是奸情。胖子知道王源跟彭永辉的事儿了，所以我说王源聪明啊，所有事都告诉胖子了。一场苦恋又即将开始。那可不一定。胖子这畜生，这重色轻友这词儿用在他身上算是应验了。回来都没告诉我，直接去给人当替身去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事得好好谢谢刘岩，改天请他吃饭吧。请他吃个屁呀！我们俩分手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你能一口气全部告诉我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刘岩怎么了？是不是他不愿意当你未来孩子的爹？我今天在他工作室，手机突然找不着了，我用他的手机给我打电话，结果你猜，在他手机里我的名字叫什么？搞定，搞定。他想搞定谁啊？他能搞定谁啊？他在我心里也有一个名字，叫死定。刘岩太有才了，搞定。你还笑？你气死我了！那个得绝症的，你可以出来啦。心真大，这都能睡着。路上跟着注意安全。好嘞。他走了。他告诉你什么天大的好消息啊？没什么，就说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。他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？这也算好消息？还天大的？
我很想告诉范冰，韩文静并不是没心没肺，并不是她不知道难受，而是她可以因为王源的一时争气，冲淡了自己失恋所能带来的伤心。我也想告诉她，我知道她并没有真的睡着，因为没有任何一次她睡着之后的呼吸是如此沉稳，如此安静。妈，你看我手机了没？哎呦喂，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你给我！你跟我说说，你跟那个卢川分手之后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哎呀，我能怎么想啊？你过一天算一天呗。胡闹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查看了你的通讯录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当然了，里面有个叫袁通的，老给你打电话。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笑什么呀？袁通，我说的就是袁通，我没说袁芳啊。哎，你说说啊，你说一个大男人叫袁通，不会是出家和尚吧？搞不好还真是什么法师啊！不是妈，袁通是快递。哎呦，你给我别闹了！什么？不是有个顺丰吗？怎么出个袁通呢？我只知道宅急便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回来，我有点事儿。我有事儿。坐下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你坐下，让你爸好好的跟你说。爸，你就不能等我晚上回来再说吗？你说那晚上就是明天早晨，是不是？我真有事儿。文静啊，你老大不小了，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？我没什么打算，活在当下挺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老战友，他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了，人挺好的，开了公司干得不错。我给你们俩找个机会，见一面。你是想让我去相亲是吧？相亲怎么了？相亲是你们这一辈人干的。我们老一辈人干的事怎么了？这都是经过生活实践检验的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对，你爸说的没错。我和你爸呀，就是相亲认识的。哎，妈，你跟我爸相亲之前，你谈过恋爱吗？没有啊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咱们那个年代啊，讲究的是从一而终。对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你看看啊，你放眼看看我们周围，哪有几个离婚的？闺女啊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这你说人家过得多好啊！我们这一代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的离婚率是你们那会儿的100倍，随随便便结个婚，再随随便便离一个婚，麻烦就不说了，还容易结仇，干嘛呀？至于吗？你要抱着这种态度，不去相亲，那你就失去很多认识优秀青年的机会。我的妈呀！现在哪有什么优秀青年？现在都是普通青年、文艺青年和啥？没了，就是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。那你属于啥呀？是普通的还是文艺的？我当然是文艺的了。有文艺青年啊，女孩子家有文艺气质也挺好的。不过你记住啊，爹妈跟你说了这么多话，都是为了你好，不是害你。我知道，你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结婚、相亲。你们不会让我去参加《非诚勿扰》吧？过2天，《非诚勿扰》怎么着了？我跟你说呀，就他这样的上《非诚勿扰》啊，人家未必能看得上他。你是我亲妈吗？说什么呢？这事儿这么办，明天你把你所有的事儿都推了，参加《非诚勿扰》。什么《非诚勿扰》？我和我老战友约一下，咱们2家一块儿吃个饭，你和他儿子认识一下。我不去。你必须去。我肯定不去。你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妈，你不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吗？我呀，趁年轻。妈，这样，趁我年轻，我替你都补回来，好吧？拜拜。拜拜。你看你这女儿，这都是你惯的。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
小薇，你快过来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打开啊！这是你最爱吃的王记烧麦。咱们家附近开分店了？没有，还是原来那家。原来那家不挺远的吗？我5点多就起来了，没敢吵醒你。我挤了1个小时公交车，排了好长的队，又花1个小时啊挤回来。哟，都凉了，我去帮你热一下吧。哎，不用，挺好的。那快吃吧。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咱们老吃这个，后来好久都没吃了。我都记着呢。这几年离得远，顾不上。以后你爱吃啊，我天天给你买。好吃吗？特别好吃。小北啊，以后咱们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我的责任就是宠着你，哄着你，惯着你。是吗？怎么听着跟阴谋似的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以后你有什么不对的，我就让着你；我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就毫不留情地收拾我。我保证无条件服从。你瞧你一身臭汗，赶紧洗澡去吧。遵命。那我去了。小北，帮我拿下浴巾。啊。干嘛，樊斌？走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找你。啊，你先说。什么？我的辞职信。王源儿，我不会批准你辞职的。我用不着你批准，我现在自动离职。王源儿，昨天的事情在之前我真的是不知情的。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总之，我希望你能冷静地想一想啊！真的，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。你在电话里问我是不是收了他钱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没有想过这是个误会呢？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正式向你赔礼道歉。昨天在电话里头，我不应该那么问你。别走，好吗？我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根本就不相信我。王源儿，你冷静2天，认真的考虑考虑。没什么可考虑的了。王源儿，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，真的，昨天的事情真的是个误会。你一直都在说误会，误会，就算是误会，那是你的误会，不是我的误会。我承认，我喜欢你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喜欢你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想过从你这儿得到什么，更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的家庭，懂吗？你喜欢我？对。王源儿，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把你当做我的妹妹。真的，你在我的心目中就跟我的亲妹妹是一样的。我知道。但你刚才说的话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知道没关系，我从来没想过让你知道。
小北，你看见我以前从公司拿回一份合同书了没有？什么合同啊？就是贴着橘黄色标签那个。应该在壁炉的台子上，你找找，我没动。哦，好。找到了。哦，没有。是这份吗？哦，对，是这个。中午吃什么呀？小北，中午你就自己吃吧，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趟公司，把这个合同给送回去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是啊，我都过糊涂了。是啊，你都过糊涂了。难得有空，那今天你想干嘛？你陪我逛街吧，咱们俩好久都没逛街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你等我换件衣服。你好，先生，一共520元。来，先生，您多给了200。哦，谢谢。先生，东西还没拿呢。我忘了，谢谢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今天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哦，没什么，可能是有点累吧。你都干嘛了？累成这样。可能是刚从公司调回来，有点不太适应，过2回就好了。